一家企業嘅成功係全體員工一齊實現一個共同目標努力嘅成果。瑞安由一間非常細嘅建築公司發展到今日呢，全賴我哋嘅員工上下一心，全力以赴。員工係我哋最重要嘅資產，所以保障你哋嘅安全，亦都係公司嘅首要任務。我感謝管理團隊一直以務實嘅態度，持續喺內部培育一個安全嘅文化同埋制度，為員工營造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。過去20-30年呢，喺各界不斷嘅努力之下呢，建築業嘅安全表現係有明顯嘅改善嘅。但係最近呢幾年呢，發生嘅工業意外再次引起我哋大家嘅關注。我相信呢啲事件嘅發生係有好多原因嘅，包括建造業嘅工程量嘅增加、人手老化、熟練工人短缺，導致個安全意識嘅薄弱，加上疫情之後嗰個就業環境起咗一啲大嘅變化，呢啲挑戰都需要我哋逐一去克服，並且要不斷咁樣去學習，掌握新嘅技術去配合呢個新嘅環境，先至能夠持續去發展，嚟應對社會未來嘅需要，把握發展嘅機遇。隨住嗰個地緣政治局勢嘅轉變同埋嗰啲戰亂呢，中美之間個競爭非常激烈，兩國關係係惡化，以致國際形勢呢係好緊張嘅。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佢上任之後就立刻推行單邊嘅保護主義，大幅去提升個關稅，加上銀行利息仍然高企，直接影響世界各地嘅經濟前景。對好多行業嚟講呢，未來幾年將會係充滿挑戰同埋不明朗嘅。喺業務上，我哋需要審時度勢，調整嘅策略去配合不斷改變嘅新形勢。但係員工嘅安全係我哋嘅既定承諾，同時係我哋公司可以持續發展一個非常重要嘅指標。我係好感謝每一位同事嘅投入同埋努力，令我哋喺去年成功達到我哋嘅安全指標。履行安全責任需要我哋上下齊心。我希望大家都繼續將呢份責任當作我哋工作嘅一個重要目標，做出一個更好嘅成績。